众朋友们，我们这次东方红运越剧经营汇演呢，是得到了越剧界全体人士的积极的响应。很多旅居海外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呢，这次也回到上海参加我们这次盛大的汇演。对。旅居日本的气派花旦金靖，这次也专从日本赶回来，他将和镇江越剧团的阮建荣合演《玉蜻蜓任子》。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儿与娘共生共死共命运。
来，我还有话要说。贾员公，病你身体不善，不能容备，请贾员公见谅。啊，牛仔还要稍休百问，请使他因故方便。病你久病复发，不能开门，请贾员公回去吧。既是此，牛仔告辞了。无名人，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人，他是魔神。他不是神鬼神，他不是神鬼神。世上多少新生人，我不认识他是神鬼神，他自己脸是两三神，看起来神鬼神并是我父亲。娘啊，母亲娘我在那小事情听做凭证，爱情母亲家人啊。
成，今日我也要将二人许一许。18年来的离情。元子，母亲，娘。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2位演员张瑞红和吉玉英为大家表演的《梁祝回18》。张瑞红的表演淳朴活泼、清新自然，她的唱腔韵味醇厚，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她曾经获得全国戏曲演员广播专题大奖赛的1等奖。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回18》。记得拆了城
池塘啊，结条银白色，山木真是月头花。想起了金边照应分论语，想起了国营里边好悲堂，一张张的我猜不透。就是我俩兄长，夜里收藏灵台，在长林轻看许久了。想不到九妹就是祝英台，英台，你这个妹啊，做得得。小子去炒牛酸菜，欢欢喜喜唱起来呀！应得叫我花轿早去抬，那应得叫我两兄早相会呀！四九急忙回路头，恨不得插翅飞到他台，这就话来呀。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北京的著名歌星李玲玉。这个李玲玉呢，大家知道，她原先呢是北京红旗越剧团的一位小生演员。这次呢，为了支持我们这个越剧事业，支持我们这次汇演呢，她也特意赶来参加我们这次盛会。她呢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宝玉哭灵》。也就是徐派的代表作。那么他说已经有10年没有上台了，所以今天也特别的紧张，尤其是回到他的故乡上海。因此呢，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对他表示一些鼓励，好不好？好，下面就请欣赏李玲玉为大家表演的《宝玉哭灵》。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今呀良缘，将我骗。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度西厢在花间。宝玉是泼妇讨心真心待啊，妹妹你心里早有你可不言。到至今不忍共把西厢，多那可怜我伤心不管烈火间。曾记得已永远长了闭门啊，讲你是十步。
把柄啊天，我为你是在里梦里长相约，好容易攀到同盟花作业，总以为美满姻缘已现前，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包金家，且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只指望把对人家哦，谁知晓今日里黄土笼中的人家不开，落花满地淋漓，金啊人语悄藏你的里面，你怕那生死上纠结。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大家表演的新编古装喜剧《红丝错》。这个故事呢是讲的姑娘张流花和公子薛春林相爱之后身怀有孕。善良的教书先生张秋仁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就把姑娘带回家中暂避一时，不料却蒙受了许多的冤屈。姑娘在张秋仁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产下了一子，由此呢便发生了一桩抱错孙子错怪儿子的喜剧。那么在剧中扮演张秋仁的是范派小生方雪文，他的表演潇洒大方，唱腔淳朴感人，把人物的喜剧色彩刻画得可亲可爱。他曾经荣获浙江省戏曲明星奖。扮演张流花的是优秀的副派传人严佳，他曾经荣获第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他们2位和于慧珍、何炅华共同表演的《红丝错》。我老太婆真是
喜连营，喜的是不花我彩莲不好分，讨来个媳妇再生生。媳妇眉毛三光映啊，身子我太像曲人，牛姑姑哎呀胖墩墩，丁玉文两月十来斤，从今为张家遇了回白灯，在中间靠生生，这真是那爱人之意爱人福，好心终于好报应啊！母亲，母亲，哎呀，世人啊，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媳妇哎，世人回来了！哎呦，世人啊，来，世人啊，侬出门出去一个两个月，侬眼睛一睁，那么去病啊，侬好做阿个爹的。先生啊，官人娘子，哦哟，那一两个月不见面，那个就没生气来的呀？起呀，轻轻捏捏讲两句。哎呀，侬起呀！莲花，你身子可好？多亏婆婆悉心照料，母子平安无事。这就好了，母亲辛苦了。哎呦，好生，辛苦的啥？自家的媳妇，自家的孙子，我老太婆啊，高兴都来不及。啊，母亲，孩儿买的2包桂圆，一包孝敬母亲，外语一包。哦哟，多谢绿花钱，哎，彩儿进步定要紧啊！哎，启真啊，来，启真啊，快来抱抱侬自家的大胖儿子呢！嘿嘿，自家的亲生儿子，外婆啥个难为情来？好哟！哎呀！启真啊，你可小人想啥呢？孩子真的十分秀丽，像他母亲。哎，我看啊，我还是想侬。婆婆，我看这孩子实于发具像娘娘。哎，我想不讲啊，我老早就看出来了呀！来，媳妇啊，我做娘娘的荷包圆嘟嘟，我孙子的荷包啊，还是圆嘟嘟的。媳妇啊，孙子像娘娘，今次当门将，好不起。这个是婆婆师傅。哎，好个，哎，启真啊，来，走。启真啊，小人生得刚好，哎，给予取个名字啊。这孩子不知该姓什么啊？真是混弄个头！侬姓啥？孩儿姓张。哎，侬姓张嘛，小人自然是姓张了。不过，婆婆啊，让他好好想想嘛。是要好好的想一想。那连自家姓啥都不晓得在了，这真是混弄个头了。我去替他扫你啥嘞？媳妇都让我去。哎呀，我去。哎，今朝啊，我上街去买点小菜来，要请客人啊。哦，吃红蛋菜。母亲，母亲，哎呀，母亲！
离家苦。黄连话难诉，老夫人一巴掌打得我满肚火。要发火难发火，自己的药神要保护。我是当了门牙肚里将把小姐打成夫，回到家中骗老母，只好冒把做丈夫。亲生父，你母亲一段银子不肯诉，我不能再跟皇帝添愁苦，何时苦身能参？梦愿受穷，举骨苦。张先生，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到柴房里去了，让我母子去谁吧。哎，这可万万使不得！你长儿须着不能惊风水火哦。你好好歇歇，我就替你等一碗桂圆汤哈。先生，你好好歇歇。先生，我来。哎，你好好歇歇，哎，好好歇歇。张先生。
母亲去铁运寺进香已经第3天了，准备来看望妹妹。弟弟，你走啊！弟弟，你喝茶。弟弟可能回来。弟弟来寻着经常有事，一直未能回来。母亲还在生我的气。母亲整天诵经礼拜。弟弟，那么你也还好。妹妹，听说你生了个男孩。弟弟，你来看，长得真好啊。妹妹，你也胖了。弟弟，妹妹，张先生心里苦，你能与他结为康乐？弟弟，张先生也是在思念弟弟，思念那你与他，我与他过去是私生，如今还是私生，那这孩子也先生不过。弟弟，你千万不要再要求张先生了。弟弟，你走走，我去叫先生出来，你们和和谈谈。不，妹妹，不，弟弟你走。天哪，这孩子的母亲不是张先生，是我错怪了他。是我错怪了他。大小姐，张先生，哦，你请走，你请走，请走，请走啊！请喝茶，喝茶，喝茶，你走，走啊，走，走啊！小妹到此都与讨上，这倒无妨。哎，你喝茶，喝茶呀！你张姐，连累先生于心真哦。哦，不，私家人不必教诲。大小姐，我张先生，切腹自尽草，10句皆生死。是我冤屈了你高风亮节带生非故的好恩师。大小姐，你是我对不起你。大小姐，只要你心里明白就好。你表儿可好？先生啊，谢公子去为张世上金榜，黄金一定要被当，我与他素昧平生两迷茫，与恩师几番相逢在梦乡，怕只怕今宵一别难相见，必将就是真是当。先生啊，来找明月，找何方？相思一岁泪千。
前常远金门四高内门宽，看过金丝真难扛，心碎后遗。红大小姐生生世故事难全，算是正统莫欺话。我与你心情不怕生。家园天涯海角永相长啊！将我们赶快回去。大小姐，大小姐，夫人再三关照，不要耽搁时间。先生，保重。大小姐，屈生啊，过来。母亲，侬做个好事。怎么了？余生从城里回来，说张家老爷刚刚回府，伊要到衙门里去告侬。啊，他告我什么？告侬挂骗张家孩儿小姐啊！哎呀，母亲啊，你不知事。侬可是老夫人做个媒，明媒正娶，想不到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母亲啊！哎呀，谢不到娘，伯伯，哎呀，谢不到娘，我是万万没想到侬是被伊挂骗来的。哎呀，母亲啊，是我不，是孩儿不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咦，他们两个人都是于情于理，跟我老太婆子了，就是不对无心。哈，既算是此，我个寡妻人，我个寡女夫，我今的喜事走法，明媒正娶。张家来蒙才，我老太婆子也明白。母亲，哎呀，屈人啊，那么结果美名，那么反过戏剧，是不好顺服的。母亲，这戏剧是万万办不得的。为啥？哎呀，母亲啊，我们名为夫妻，尚为私生啊！啥叫尚为私生啊？我来问侬，这个小人是啥人生的？当说是孩儿所生。好啊，那小人是侬生的，小姐还愿意跟我到乡下来吃苦，跟侬为啥不可以？哎呀，母亲啊，我是城里与户头，我是城里与乡下，我干么良心？哎呀，母亲啊，我是当侬，你个多大的母亲！母亲。
却切莫泪，你母子总不能常伴顾，我也曾几次欲把真情赔，他小姐云集不宽心头错，快把心肠事情告诉我，我为你搬山越岭去行处。小姐放心，我就因为你把谢公子找回来，多谢恩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运94越剧精英大汇演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晚安。